嚟緊又係同測，好擔心啊！唔使驚啦，只要安排好時間溫習，合格就冇難度啦。但不過好難放鬆心情喎。不如一齊去打波輕鬆一下啊！但不過呢排又成日落雨，好難打波喎，唔通個天都唔中意我？你先改變下自己嘅諗法，所有嘢就會順咗好多噶啦。介紹你本書，睇下人哋點樣由心態決定成敗啦。心態決定成敗呢本書收錄咗好多個小故事，主角喺生活裏邊遇到各種問題同困難，但係佢哋保持正確嘅心態同想法，將困難變成挑戰，一一咁克服，想法改變，人生就會改變。例如其中有一個叫做帕蒂飛奔吧嘅故事，講述一個美國嘅女子帕蒂威爾森，自小患有癲癇症。一般人如果患有呢個疾病，生活上就會有好多不便，例如要時常休息，唔可以做運動。但係帕蒂並冇受影響，佢跟隨父親建立跑步嘅習慣，逐步定下目標，完成咗一個又一個嘅馬拉松。最終佢成為咗超級長跑女將，並獲得美國總統接見。佢用堅強嘅信念，將一般人認為冇可能嘅嘢變成可能，並為其他人帶嚟好大嘅鼓舞。咦，另外一篇叫做1849次拒絕嘅故事，好似幾有趣喎。佢講述美國電影明星史泰龍喺成名之前，只係一個好窮嘅年輕人，佢熱愛表演並自己寫劇本，親自拜訪唔同電影公司之前，希望可以拍成電影，但係開頭冇人願意睬佢。史泰龍沒有氣餒，不斷嘅嘗試，終於經歷咗1849次拒絕之後，終於有電影公司願意將佢嘅劇本拍成電影。呢個就係70年代嘅經典電影 Rocky， 最終呢部電影大受歡迎，更加奪得奧斯卡嘅獎項。之後就拍咗好多嘅續集添。史泰龍嘅成功其實全靠佢唔驚失敗同埋被拒絕，並以堅持不懈嘅努力換來嘅。讀者可以透過書裏邊50幾個真實故事，借鏡別人嘅人生經驗，用樂觀正面嘅心態去迎接人生嘅困難同挫折，最終一定會有收穫。好，等我得閒嘅時候先去借啦。仲等？而家就去借啦！Go go go！